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一房嘅單位。呢個單位係望返內園景致，實用面積係362尺。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一房嘅單位。而家呢個單位係屬於銀主盤。單位係一個木系嘅設計，木紋嘅地板，木紋嘅開放式廚房。煮食就用電磁爐。對面呢係單位嘅浴室，雖然冇窗，但係有浴室寶。單位嘅開則我覺得係比較方正好用。客廳呢邊放到個3人座位嘅梳化。單位雖然係低層啦，但係呢個景觀就望返自己屋苑嘅內園景，旁邊種咗啲花花草草，仲有個瀑布，感覺都唔錯嘅。再望多次客飯廳啦，跟住我哋去睇下個睡房。睡房係一個長形嘅開則，同樣係木紋嘅地板，望返個景觀同露台相同。門後面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。呢個單位而家呢，我哋有鎖匙㗎。如果大家想睇，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